这什么？好帅呀！怎么又是他？出来吧，你还要躲多久？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啊，请您高抬贵手放我走吧。那你走吧。是你？所以你刚刚是在搬教具啊？不然呢？我还以为我到了什么藏尸现场呢。别玩了，把教具还我。走吧。干嘛？不让进啊？哦，小气哦，门都没关，你不让我进。应该是我问你刚刚怎么进来的吧？门没锁呀。知道了，你走吧。哎，等一下。有天你求我，我都不